主啊，2026年5月初2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敬畏上主，遵行伊命令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诗篇128篇第1节到第6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诗篇第128篇。爬行上耶路撒冷的诗，敬畏上主的人真有福气，遵行伊道路的人真有福气。你会当食双手拍拼得到会食物，事事顺利，真正幸福。你的某伫厝内，亲像交结果子的葡萄树；你的囝儿围伫你的桌，亲像橄榄栽。敬畏上主的人一定遮尔幸福。愿上主对锡安赐福予你，愿你一生会看到耶路撒冷繁荣，愿你会看到囝囝孙孙，愿以色列国泰民安。敬畏上主，遵行伊命令。伫阮故乡有一位即辈哥哥叫做进福啊，即位大汉囝号即个名是期待伊会当为着厝呢带真福气。伫教会做伙大汉的好友有一个名叫做永福啊，伊的爸母期待伊会当得到永远的福气。春节期间，真侪人的厝会甲福即个字颠倒头搭，期待福气临到。伫台湾，只要甲福有关的事，无人无爱。但是人要安怎才会当真正进福、永福、福到咧？诗篇128篇的诗人一开始就讲：敬畏上主的人真有福气，遵行伊道路的人真有福气。诗人点出蒙福的基本原则就是敬畏上主，遵行伊的命令，也是遵行伊的道路。敬畏上主，遵行伊命令道路的人会得到甚物福气呢？诗人指出，安尼做的人不但会当有乐乐通得到，而且也会当子孙满堂。你会当食双手拍拼得到会食物，事事顺利，真正幸福。你的某伫厝内亲像熬结果子的葡萄树；你的囝儿围伫你的桌，亲像橄榄栽。做事人乐乐工作，总是期待会当有好的收成，阁会通觅得好的果效，互厝呢的人通丰衣足食。总是乐乐工作的做事人，有时阵也会面临天不从人愿的状况，譬如讲遭遇连续大雨、抗旱等天灾，也是作物互虫害侵蚀，致使成果毁于一旦。有时阵作物虽然丰收却出产过头侪，伫需求致使果效跋到谷底，也因为采收无够成本，只好放弃作物，导致血本无归。因为安尼乐乐温群的做事人，若会当如愿得到丰收甲好的果效，实在是蒙福的人。若是子孙满堂这件代志，也毋是人所会当决定的，因为结婚后无拄拄拢会当顺利怀孕生囝。现代少子化的问题原因无完全拢是夫妻无想要生囡仔，因为也有袂少介意囡仔却无法度怀孕生囝的翁某。安尼的夫妻虽然无法度家己生育囡仔，也有通透过合法领养来拥有囡仔，无应该寄望借有可能衍生各种伦理问题的代理孕母。人若敬畏上主，遵行伊的命令甲道路，
不因夫妻照常会当拥有子孙满堂的福气。上主赐福，互敬畏伊和遵行伊命令的人，互因乐乐工作，搁如愿修成。上主也赐因子孙做产业，互因儿孙满堂。敬畏上主、遵行伊命令道路的人，袂白白做工，因的乐乐会当为家庭带来丰裕足实，因的家庭和亲子之间会充满幸福和欢乐。既然敬畏上主的人必定安尼蒙福，不但安尼敬畏上主和遵行伊命令道路的人，伊的敬虔也当互伊的家庭蒙福。安尼蒙福的家庭也会进而带来社会甲国家的安康。祈愿台湾拥有真侪敬畏上主、遵行上主命令道路的人。愿上主对世间赐福互你，愿你一生一世看见台湾的繁荣，愿你活点看见你的子子孙孙，愿台湾国泰民安。默想，周围名字中有福字的人，是毋是拢人如其名，诚做有福气的人呢？伫周围名字中有福字的人，是毋是拢人亲像伊的名，诚做有福气的人呢？咱来祈祷，赐恩福的上主，感谢你总是无少将你的恩典赐予阮，恳求你令我如精，互我无论伫倒一种情况下，拢会当敬畏你，遵行你的命令道路，互你的旨意实现伫地呢，亲像伫天呢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